嚟自於中國啊、斯里蘭卡啊、印度啊唔同嘅白衣造神，原本有5塊面嘅，喺16層天裏邊咧，佢有無數咁多個化身。咁我哋拜緊或者香港好多人認識嘅呢個屈當咧，佢個名叫 Papomtada， 佢係其中之一個四面神。咁即係我唔知道，因為我講啲嘢可能比較快同埋比較深啲。咁佢係其中之一個四面神。愛女灣嗰個咧又係另外一個四面神。呢個世界上邊咧有無數咁多個四面神。咁當佢將呢尊四面神，即係呢尊5寸嘅四面神搬咗翻去嗰檔廟嗰度咧，佢就自己整咗一尊大嘅金身，就係好多我諗 YouTube 片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嘅，即係個驗靈牌開光嘅時候，製作驗靈牌呢批牌嘅時候咧，係泰國皇家鑄幣局捐個帽俾佢去到製作，所以塊牌其實過咗就算60年，今年啱啱係60年啦，驗靈牌60年都好啦，你會發現其實佢上邊好多細節啊、牌帽啊、輪廓啊、紋啊諸如此類等等咧，都係靚過好多而家嘅新牌，因為當年係泰國皇室鑄幣局捐呢套帽俾佢。咁佢請咗好多嚟自於中國啊、斯里蘭卡啊、印度啊唔同嘅白衣，同埋喺泰國出名嘅和尚做咗，好似係9日9夜定唔知3日3夜嘅法事。咁即係喺個法事裏邊有好多人上銅啦，佢攞啲刀攞嚟劈啲人啊，跟住戒頸啊，全部都刀都唔入。咁呢批四面神咧，其實原先個意思咧係由呢一位Papomtada同阿贊令講話，我想製作一張相。即係叫做鑽石嘅照片咧，